今仔日是父亲节，全国家长团体调查发现，讲这疫情期间囡仔停课造成的压力，爸爸是比妈妈搁较重。而且这份研究结果是有刊一个国际期刊，同时伊嘛建议讲加强推动网络学习，安尼会当减轻家长的负担。在父亲节这一天，家长团体联名公布调查的结果，发现疫情期间停课造成家长的压力，老爸压力比老母更加大。爸爸的压力在2周跟10周的时候是有上升的现象。你看妈妈黑色箭头的地方，这个妈妈她只是轻微的上升，但是那个爸爸的压力呢是随着时间而有拉高的现象。这份调查分做4个阶段。2021年5月19，教育部宣布全国停课。疫情停课的压力转去家长的分数顶，会当发现对学生甲家长停课的冲击，为全国停课2礼拜的时阵是38.29分，到停课10礼拜的时阵是加悬到38.95分。不过到2021年5月，囡仔有停课的家长，哪像有找到适应的方式，分数降到36.02分。另外嘛观察到女性的家长是适应了较紧，男性家长的压力时间愈长，压力愈大。在疫情期间，长时间都在同一个屋檐下，爸爸他的这个耐烦的程度可不如妈妈。鼓励让爸爸更知道我怎么去跟孩子相处。那对女性的家长来讲，囡仔当停课的时阵，可能会感受到压力，不过适应了较紧。比较之下，对停课时间持续落去，老爸压力明显愈大。调查嘛发现讲，疫情对经济弱势的家庭甲学生冲击的程度有较大。那有2个或者是3个囡仔的家庭，压力比干那孤囝的家庭较大。也有囡仔有停课的家长，压力是比无停课的较大等等。经济压力不好的状况底下的家长，他为了要准备那么多载具，就是平板，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在线上课程可以上课的话，这个部分我想对爸爸来讲也是造成很大的压力。在疫情的期间，学生的学习受到影响，家长团体呼吁男性的家长会当加强亲子之间的关系。另外，持续推动线顶教学，来减少家长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